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31日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上新的消息。泰国外交部长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做过2档疫苗的台湾旅客去泰国会当唔免隔离。泰国政府之前已经开放46个国家甲地区，今麦佮公布第2批，计共是63搭，台湾也有在内。旅客从飞机进前，要先点伫咧名单内的国家甲地区21天，做过2档疫苗满14天，该有出发进前72点钟的阴性证明。到泰国了后，该做一届的 PCR。目前泰国承认的疫苗有 AZ、BNT、Moderna、国药、科兴、交生甲罗西亚的史普尼克 V， 咱国的高端疫苗是无在内。佮继续关心国内疫情，昨无本土也无死亡的个案，境外7例内底咧有6例拢是突破性的感染。因若针对第13期的疫苗，50岁以上的民众会当选牌子来注射。11月也咧规划讲要开放 AZ 男咧注 BNT。另外讲到过年回乡的这个政策咧，指挥中心是搁咧讨论。国内新冠本土疫情30摆啦，搁再加零本土零确诊，也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不过新增加7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有6个人是属有完整注射2剂疫苗了后突破性的感染。由序号1到3是接种过2剂科兴、2剂国药跟2剂的 AZ， 那5、6、7的话都是接种2剂的 BNT 疫苗。有关第13期疫苗有药，同时开放民众有药头一剂 AZ 甲 BNT， 到底是免怎选择？指挥中心讲，50岁以上的民众会使依照自身的意愿选择疫苗的抢牌注射，另外开放一般的民众头一剂注 AZ， 第2剂注 BNT， 会在11月时阵来规划。他在医院登记的时候 ，AZ 跟 BNT 都有选的话，那他在这一次第13期的话，就同时有两可以符合。可以预约 AD 跟 BNT 的一个选项的资格哦。另外，过年即要到啊，有上万人返来台湾过年，不过防疫旅馆的量能却是严重不足。指挥官陈时中强调，已经请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负责来调度。去年我们其中检疫所有提供大概1500间，但后来定了1200、1300。好，今天我们会提供更多。那当然在调度上，我还是会请王必胜执行长来做调度。另外，台北市长郭文铁指出，明年1月中，当国内2剂疫苗注射率达到70%，就使免挂喙安。对此，指挥中心强调，虽然本土疫情有较热而且稳定，不过国际疫情依然是真严重。为了避免境外来移入，造成本土疫情爆发，挂喙安依然是最后一道的防线。记者综合报道。这个 AZ 甲 BNT 套男子的计划是按算11月份进行。不过，这个高雄所有民众坚持要男子无共牌子，佮涉嫌甲医护人员错，也互警察掠走。另外，台中阁有传出2例，意思是注完Moderna了后死亡的个案，这个死因呢是搁爱厘清。这个查某人双手互铐起，互警察揪出注射站，就是啊对警察来大骂。冷静什么？你们这样对我冷静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警方安怎可能都是无路用？30早起，这个姓孙的查某人到高雄展览馆要注射 BNT 疫苗，伊讲家己在澳洲有注过 AZ 疫苗，6个才转来。医护人员甲伊讲，袂使注无共的抢牌。这查某人情绪是去控制大马警察甲医护人员，都要依照妨害公务来上班。高雄市卫生局也以违反医疗法来开罚。滋扰或者是干扰当场接种次序者，有可能会违反医疗法第24条第2项，然后得处以新台币5万元的罚款。另外，伫台中是新增加2例疑似注射无得到疫苗的第2剂死亡的个案，分别是66岁甲71岁查某人，因分别是在27甲2例注射，拢在28宣告不治死亡。66岁男性有高血压及糖尿病等慢性病史，分别于7月15日及10月27日接种莫德纳第1、2剂。另一位为71岁男性，有 B 型肝炎等慢性病史。台中的部分，他们常常报告的有时候是旧的案子，这个我们还要再查一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有可能是旧案，也要进一步来了解。台中市卫生局是表示，这阵台中市的疫苗注射率头1剂已经超过7成，第2剂注射率也超过3成。
另外，30新增加的2名死亡个案都有慢性的病史，也有心血管的疾病，也毋过是毋是甲疫苗有相关联，也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带你来看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世界排名第4的周天成，伫法国羽毛球的公开赛男性单人的4强赛，连续赢南韩的选手2局，得到胜利。今仔日伊要来和世界第13名的日本选手长山干太拼冠军。接落来是《联合报》，这个月19的半暝咧，高铁的新竹站当咧换越大的广告扛棒，想袂到有工人无确定好势，就走入去无授权的东边月台。加在连面就发现，才无造成意外甲伤亡。落尾是中国时报，统一集团的泡面满汉大餐就要起价咯。原底伫超商一碗是卖53块，即摆是要起到59块。统一表示讲，满汉大餐已经10档无起价啊，因为成本增加，无达话才来起价。咱再来关心这个12月18特别进行的4大公投的投票案，民进党昨伫这个桃园办头一场的公投说明会，总统甲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到场，亲身说明政策。蔡英文是呼吁讲，民众伫来当死的无同意来阻挡公投，变作是政治的斗争。民进党第一场公投说明会30日桃园开始，进前因为就中央大厦场地引起争议，即马改伫外口篮球场举行，现场差不多500个民众参加。民进党也照出宣示竞争公投的决心。部会省长全动员，行政长苏贞昌、副议长沈仁丁、经济部长王美花拢到场，总统蔡英文也拍头阵亲身上阵，捍卫政策，强调全力阻止和公投加速恶斗。可以团结守住疫情的防线。我们也一定可以守住4个不同意，让台湾继续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大家说对不对？这摆小场选择桃园主要是新竹打、海草打基地。桃园立委连番上阵说明，市长郑文灿讲政策，导致经费保育海草打，希望得到民众支持，也批评别安尼就绑票人员转型。行政长苏贞昌开着全开，批评国民党是要让台湾乱落去。如果有人说他真爱藻礁，用这个名义来阻挡能源转型，我认为这会让台湾被绑架，让台湾陷入空转，把民进党政府打趴。我们不能让国民党得逞，不能让国民党让台湾乱下去。苏贞昌拼命说明，要阻止公投加做对行政团队的无信任票。公投说明会礼拜日第1场要到屏东，除了苏贞昌亲身平阵，副总统赖清德也要上场，按算下主打内地基地。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这边也伫全代会宣布讲，要拼性命来宣传公投案。这个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讲，公投是全民表达意见的机会。毋是政党相对打的工具。另外，朱立伦也向中国和民进党政府发声讲，会维持坚定维护这个中华民国，反对台独。结果煞无细记讲做是反对9二共识，因也赶紧赔回。国民党全大会早起登场，党主席朱立伦、前总统马英九等人一透早去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对民进党备前年底4项公投，国民党宣誓以及100公投宣传开始。朱立伦强调，公投是人民的权利，这届的公投甲政党对决无关系。马英九是呼吁应该爱办公投辩论会，不能因为换了执政，今天就任何民众或在野党提出来的就叫做害台湾。他在野的时候都是爱台湾，执政就变成害台湾，所以我才会说这一场公投选举跟政党对决完全无关。今天是全民表达对民生议题不同的意见。我觉得4个都同意的话，对台湾的帮助最大，应该要办才对啊，不是只是说明会而已，要辩论。这个越辩啊，真理越明。国民党30通过新政策纲领，伫两岸议题强调反对台独，也有反对一国两制。有媒体质疑，敢是会造成甲对华沟通产生障碍。朱立伦回应表示，国民党对两岸政策的立场无变，但刷来伊讲的这些话引发议论。我们一向坚持我们主张的立场，
这个都是根据我们党章跟党纲，反对台独，反对9·2共识，更是我们坚持的主张跟全民的共识。国民党文团会主委林涛赶紧消毒，强调朱立伦是一时讲唔对话。国民党反对1国2制，并不是反对9·2共识。朱立伦伫地事的时阵，中心死的捍卫，搁向中共也搁有民进党政府化话。国民党一直会坚定维护中华民国，反对破坏民主自由。当时朱立伦嘛公布3个新的副主席，包括嘉义市长黄敏惠、陆委会前主委夏立言、中央委员连胜文。记者郭灿安、曲福在台北报道。咱镜头来到国外，外交部长吴钊燮去到澳洲访问，伊伫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名进行视讯的演讲，呼吁全球的民主国家面对中国的威胁，就要团结。不过，这个外国媒体也有指出讲，吴钊燮伊要去欧盟的比利时总部来拜访官员，伫欧盟甲外交部是拢无回应。外交部长吴钊燮正伫欧洲进行访问，已经拜访过斯洛伐克，也阁有捷克。原本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名29邀请吴钊燮到罗马参加实体会议，不过因疫情也阁行程安排改做视讯来发表演说。吴钊燮强调，若台湾遭受中国的威胁，其他民主的国家也是同款。全球民主的阵营必须要团结一致，面对这挑战，维护大海和平。Unfortunately, it's going to impact up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should not allow democracy to be destroyed by China. And Hong Kong is already a very sad story for us, and we shouldn't all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ntinue. 外国的政治媒体有消息讲，吴钊燮这座欧洲行程会拜访欧盟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部，会见欧盟的官员。不过，这行程是真保密。外交部对此回应无评论。不过是发布吴钊燮甲欧洲议会以及比利时国会议员的会面的相片，感谢最近欧洲议会真支持台湾，头一摆通过大欧盟政治关系甲合作的决议，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甲提升大欧的关系。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做一些保留嘛，不然中国大陆的话动作大的话，连一些拜会的行程都被砍掉，那就很辜负这一次很难能可贵的真心。欧盟对吴钊燮是毋是甲官员会面无做评论，不过强调台湾是理念相近的重要经济甲高科技的伙伴。学者张福昌认为，最近欧洲对咱友好的声音确实有升悬，欧洲议会也通过支持台湾的决议。不过这拢是建议，欧盟的声明也是大部分强调一中政策，惊中国生气。所以讲，短期大欧在外交政策方面可能也未有马上的突破。记者综合报道。赶快是国际重要消息。G20领袖高峰会议昨伫意大利的罗马起过，参加会议的领袖成员国决定要支持讲向跨国的大企业来扣上低15%税率这个政策。另外，联合国的气候峰会也伫今仔日举办，这个地点是选伫英国的格拉斯哥，一个减碳议题同款受到关注。世界各国领导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照媒体指示换一个角度，搁翕一场。要开2天的20大工业国家G20领袖高峰会议，30日意大利罗马举行。这是新冠肺炎发生2年来G20领袖第一遍做伙开实体会议。这边的疫情注重伫咧振兴经济，应对全世界疫情甲全球暖化，大家目标拢同款，支持针对跨国大企业扣至少15%的税，来帮助中小型的企业。The pandemic left many behind, including informal workers, rural dwellers, and smaller businesse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y struggled to find new customers because of their lower digital literacy. 对这边疫情也看到注疫苗的无公平性。德拉吉讲，较富裕的国家超过7成的人口至少做过一剂预防针，验过散车国家的注射率只敢若3%，这伫咧道德上是无法度接受，也降低全世界复苏的力量。希望伫2022年，全世界有7成的人口拢做过预防针。会议中要共识，要成立特别小组来专门应付未来阁发生的大型的流行病。Hier werden die G20 deutlich machen, dass sie 40% Impfungen haben wollen der Weltbevölkerung bis Ende des Jahres und 70% bis Mitte nächsten Jahres. Ich unterstütze das. Deutschland unterstützt das mit Hilfe von Weitergabe von Impfdosen, 100 Millionen in diesem Jahr und nächstes Jahr noch einmal 75 Millionen.
G20成员国家包括美国、中国、英国、印度、俄罗斯等主要大国，占全世界 GDP 到80%。会中的决议也影响全世界走向。内面伫咧开会，外口是有环保团体抗议行动。另外，联合国气候峰会今仔日也会伫咧英国的格拉斯哥举行。伫全世界暖化愈来愈严重。减碳议题也正受外界注意，是毋是有法度做到将全世界温度上升的幅度控制伫咧摄氏1.5度以内，并且伫咧2050年之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净零碳排。大家意见有缘无同。记者综合报道。咱也来看体坛的消息，讲到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大谷翔平呢，伊表现一直是拢真出众，受到真大的关注。不过，即马咧，伊毋但摕到大联盟历史成就奖，也当选 MVP， 成做本年度上赞的球员。The 3-2 from Ohtani. Got him! Third time today, he has struck out Dubon. 9 strikeouts for Ohtani. 骑住打击区随时准备将球攻出红普朗，骑住投手板共一个大谷翔平，心里想的就是将对手三振。加入美国大联盟的第4个球季，27岁的大谷以投手身份登板，摕到9胜2败，3.18的防御率，同时3胜对手156人次。另外加上打者的身份攻出46粒红普朗，当然这也毋是大谷今年球季的全部。Look at that. He stole a bag, folks. He stole a bag. That's the old Ricky Henderson way. Hit him, and he goes, you know what? That's fine. I'm going to steal a bag. He took off to third. Here's the throw down. He swiped it. 精彩表现连球场的对手拢佩服。在大联盟球员的票选中，大谷翔平就以绝对优势，同时熟悉投手甲打者的双料年度球员。There's nothing to really say. I mean, it was incredible. He's fun to watch, and man, what a year did he have! He's elite on both sides of the ball. You know, even if he wasn't a pitcher, he'd still be in the running for MVP. And you know, if he wasn't a hitter, he's one of the best pitchers in baseball. 在大谷翔平进前，日本籍选手只有林武一人。在女性单季安打纪录的2004年，获选打击部門的年度最佳球員。大谷以二刀流摕到雙料 MVP， 會當講是貝布魯斯了後8年來第一人。今シーズン、野球をして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たファンの皆さん、そして MLB 機構の皆さん、そしてエンジェルスの関係者の皆さん、すべての人に感謝して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除了球员票选的年度上优秀选手，美国大联盟官方也颁奖2021年历史成就奖给大谷翔平。这是弗雷曼2015年担任大联盟主席以来头一摆颁发这个奖。关系新闻，齐家金编译。咱也转来看国内在地消息，因为疫情缓和，佮加上五倍券开始使用，各地景点拢是人客人。伫南投的溪头遮，平常日就有6000人次，伫休假的时阵，佮请到8000人次以上。旅店也是强要客满，不过在当地安怎规划分流来维持这个旅游品质，这也是真重要。这一早起，南投溪头停车场已经挤甲满满，想要找到位来停车是非常困难。人间无动嘛拢是游客，虽然已经进入秋天，溪头大家是来了真侪游客。平常日的入园人数大概在6000人次左右。大概是回到疫情前的那个水平。那假日的话，人数会稍多，可能会将近到8000人次。台市林主任表示，疫情缓和了后，入园的人数渐渐增加，加上5倍券开始使用，在位车已经回到以往的水准。其中固定回流的客源就占了5成左右，而周边的民宿住房率嘛对你提升，假日的订房率会使达到8-9成。5倍券推行以来呢，饭店的住宿率有提升了10%左右。陆续也抢5倍券商机，嘛有因为疫情安静了一阵仔的观光业，渐渐会使复苏。学者表示，疫情解封加上5倍券的影响，带动各路出游潮，其中餐饮业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观光旅宿业是要到11月才会使整体来恢复，而迎接出游潮是必须要有配套。还是少了这个算是外国游客的部分啊。那国内部
部分大概几乎都是出来的那我觉得应该是多鼓励大众运输啦要不然就是说这么多的车子小客车进来的话，难免就要造成这个堵车的情形。黄俊聪认为，除了民众本身规划行程按来分流，上关键的嘛要加强公共运输以及周边景点的串联。除了片面大量征调引入去单一景点，嘛才会使带动整体效益。记者南投采访报道。屏东东港野王绕境结束啊！伫今仔日清早的4点，烧王船佮送王，代表王爷甲瘟疫带走，保庇民众的平安。用人看到山船的方式，真壮观的王船慢慢来开出东龙宫的牌楼，民众烧钱来看，庙门口开甲拢袂过。王船经过路线，袂少人更加早伫遐等，买翕相留下珍贵的画面。3年一考的迎王平安祭，毋但是当地重要祭典，更加是国家重要无形的文化资产。往往吸引国内外民众热烈来参与。30钟头过了后，王船陆续行舟，绕境进东港，收线来赶瘟疫。当地民众也遵循民俗来祭解。若是讲把的瘟来求洪大先生把它再造，后尾上我们。不在的人不在的话，就拿衣服，祭改，都跟完送往的时候一起带走这样子。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规模缩减，敢若喊当地人头来参加，无外国游客，不过依然吸引上万名的民众来参加。农历7月的普渡场万年祭啦，30国庆啦，还有那个冈山罗康会啦，到现在还是比较趋缓的啦，都降级了，就比较趋缓就可以做了。根据庙方的指出，东龙宫王船是泉州式仿古官船，采传统木造渔船的方式，经过半年的船体建造甲彩画，造价大约是1000万。由90多名东港加小琉球两地师傅合力来建造，3日透早4点的进行收王船的送王的仪式，代表大天顺手王爷甲瘟煞带走。经过迎王祭典才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最近办台湾产业的服装设计比赛，透过这少年辈设计师因的创意，替每一道的基层劳工讲因工课的特色，佮有心声，带观众朋友来感觉一下精彩作品。台湾人上值钱的工作服，经过重新设计，等于希望基层工作者平常时的辛苦。设计者希望透过服装，让大家重视海洋环境。希望带给台湾人就是认识台湾自己的定制渔业，跟认识海洋，还有认识使用台湾语的语种。各经历的桥班人员、地方的作息人、修车师傅、清查设计，拢会使看到设计师的用心。劳动部举办台湾特色产业形象的服装设计比赛，6组入选作品在线顶展出，希望透过少年人的角度，为各行各业赞声。以台湾传统文化作为设计理念，那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台湾传统文化的传承跟精神，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不管是农林渔牧工作各种特性，它其实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种刻板印象，说欧秋的是欧秋，它其实有很多的工作，透过它的服装设计，其实是可以颠覆大家的想象，也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劳动部讲，目前创客基地除了提供免费学习的空间，各创业辅导，希望培养少年对创造到创业，亲手实现家己的梦想。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这2天受到东北风影响，台湾东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佮有大台北的山区会落地震波。伫大台北地区甲金门、马祖也会有地震波。咱做开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详细资料。伫北部地区是20度到26度。伫中部地区是20度到30度，伫南部地区是20度到30度，伫东部地区是20度到28度。
华岛地区是19度到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